成個佛山最近地鐵站嘅產權公寓咧，就係身後呢個盤啦。咁點解會自稱為最近呢？佢負一樓，一樓咧直接過到嚟地鐵口呢度嘅3號線，咁過嚟咧就係30米嘅距離，即係零距離嘅睇得到。咁依家賣咧就6米通燃氣嘅產權公寓，周邊咧地鐵、商場、萬象天地全部都齊全晒噶啦。咁戶型係點咧？跟住鏡頭上去睇睇。真係估唔到啊！6米嘅複式竟然真係咁舒服嘅，唔上嚟睇咧都唔知道。嗱，喺廳呢度望上去，呢一個層高咧，其實間咗出嚟，同住宅咧係冇咩區別嘅。呢一套咧就係48平方，通咗有天然氣嘅一個廚房啊！嗱，你哋一直話冇獨立廚房，依家咪俾到你咯。同埋咧，佢1樓咧就做咗餐客廳、廚房、衛生間嘅，咁2樓咧就做咗2個房，上去睇埋佢。市面上嘅公寓咧就雖然好多嘅，但係咧真正係做到地鐵口上蓋嘅產權公寓咧就寥寥無幾嘅。頭先我哋喺1樓咧就已經介紹過噶啦。呢個項目最大嘅點咧就係6米通燃氣有產權，並且咧係負1樓直達地鐵站嘅。咁依家咧，但凡你手頭上有個20-30萬咧，就可以攞低呢啲產權公寓嘅。有興趣嘅話咧，評論區留言安排睇樓。